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会直播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年在。指挥中心宣布，12月初一开始，这室外、手外会当免挂水暗，而且办桌也开放达到去敬酒。这届民进党选书总统蔡英文市调党主席，另外连日的好友记卢秀燕，今日来拼2024年的正副总统呢，大家拢真关心。中国发生大规模的白纸运动是历史事件了后上届大规模的抗争，化实军兵落台，共产党落台。指挥中心宣布，这12月初一开始，伫户外会当免挂水暗路，而且伫室内运动，还个手挂的时阵也会当免挂，而且也开放办桌时阵会当达到去敬酒。不过，这大众运输伫内部空间也是爱挂水暗的。另外，年尾大型活动就要看疫情的变化，另外做规划。新冠疫情2年多以来，民众无论是伫室内也是室外，拢已经有随时爱挂水暗的惯势。今嘛国内疫情大大转好，指挥中心宣布，为12月初一开始，取消室外都要全停挂水暗的规定。目前看起来是持续的疫情下降中，那今天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数字已经到在1万出头，那初步看起来也是达到我们设定的所谓社区低度流行的这个开始，那所以我想陆续的话，我们宣布一些这个松绑的措施。除了伫室外会当免挂水暗，室内方面嘛同步放练运动、唱歌，但有性质的工课或者是办活动会当免挂水暗。家己驶车或者是车底载的，拢是带做伙亲人的时阵嘛免挂。嘛开放办桌会当达到敬酒。若是伫咧机舱、船舱、车厢，抑个有人丁较济，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的时阵，也是爱挂水暗。伫咧执法的方面，也是以劝导为优先。毋过若是讲袂听，也是超工违规的，也是会处分，上重会当罚15000块。在室内比较容易群聚，这样还是要戴吧。这么长久以来，好像也都戴习惯了。那觉得密集的空间戴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是保护一下是好事。自八国内新增加10583个本土病例，确诊个案内底有41个死亡。本土疫情比顶礼拜一降低11%。指挥中心表示，年尾下年大型室外活动，挂吹暗等等防疫的规定，会看疫情的变化，另外搁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第一届9合1大选是输甲忝。总统蔡英文是失掉党主席，行政院长苏贞昌本地也要请示，就会去互留落来。苏贞昌表示，总统也要提醒，要随时注意这国内外改变的局势，顾守本位，才当有更较好的成绩。不过，这民进党立委罗致政是认为，党中央就要检讨，互区域立委随时反映民意，才当接近民事。民进党9合1选举大败，总统蔡英文请示党主席行政长苏贞昌先第一时间口头请示，说互蔡英文遗留。苏贞昌亦被亲身回应，对选举结果会深切讨论。不过总统提醒要坚守职务。但总统特别提醒，面对国内外瞬息万变的严峻形势，我们要紧盯，而且随时应变，应该坚守岗位。同时要做出更好的成绩。虽苏贞昌被回流，不过内阁改组声音阁起来，行政院副院长沈荣珍、财政部长苏建荣，互人点名可能就安尼落台。家人市长林佑昌、屏东县长潘明安是被看好一个，交通部长的职务可能交予有港口观光经验的林佑昌。他在基隆的表现非常优秀哈。所以我觉得他担任任何职务都非常的适任，变动那是由这个府院来做一个决定。所以走出同温层一定是检讨的第一要步，不是只有门关起来自己在那边检讨，因为那还是同温层检讨出来的结果。面对这摆失败，罗致政也建议民进党决策爱搁较接地气，应该互区域立委者真正有民意基础人，用伫党内一个反映民意。另外，内阁改组的时间点，已经为立法院伫新补选，即嘛无适合落台。高算爱到台北市立委补选结束了，才搁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这届成功连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中市长罗秀燕，敢会继续来拼2024年正副总统呢？侯友宜表示，朱立伦是真好的总教练，那罗秀燕是强调拼经济，两个人拢无正面回应。顺利连任了后，头一个上班日，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实际来视察，强调用行动拼市政的决心。
这回以115万票连任成功，唔那写下国民党县市长的纪录，也将做上强的规模。是不是要参选2024事也引发外界关心。侯友宜表示，这回大选上会总教练也是主席朱立伦。朱主席在这一次选举非常的辛苦，也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总教练。另外，摕到将近80万票的台中市长罗秀燕，经过1天的社票行程了后，也回归市政。罗秀燕若拍破台中市长连任的魔咒，也正做2024总统大选或者相关的人选之一。不过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阵，罗秀燕也是维持一贯的讲法。选举已经这个落幕了哈，所以我们要很快的从选举中走出来。那我承诺市民朋友在第一时间就要销假上班。国民党这摆全台湾提下13县市主席朱立伦，因讲是总教练，唔那党内地位更加稳固，布局2024的态势也更加明确。学者分析，这阵国民党内除了要整合剑道拿加本土派势力，国民党加民众党应该安怎来斗阵合作，也是重要课题。不过侯友宜加罗秀燕两个人若是继续无表示态度，可能引发党内风波。先想清楚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我要赢得总统的提名，还是要让国民党赢得下一次的总统大选？如果他们有这种共同的想法的话，往前迈进，我觉得国民党的那种士气才会激起来。不然的话，如果他们两个都不讲话，不表示他们的立场的话，我觉得反会造成国民党内部的内讧。学者袁和玲认为，侯友宜加罗秀燕两个人加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模式无同款，而且已经伫前一任得到选民高度认同，就算市长任内参选，依然有正当性。不过分裂的在野势力，2024也是真有优势，应该爱加速来整合。大选虽然才拄落幕，国民党甲民进党拢各有因的算盘，也拢牵动政局的变化。记者自综合报道。已经选调台北市长的蒋万安，本地是台北市第3选区的立委，这个席次也会伫明年1月7日补选。哪里拢有真侪人互点名讲爱出来选，甚至有主动表示意愿。另外，选调南投县长的柯淑华，伊本地立委席次也会进行补选。谢谢，恭喜哦！ 9月1选举落幕，市区立委胜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连日的社票，以留下的立委席次会在明年1月7日举行补选。中选会宣布，对在月28到12月7日开放有意参选的人来登记。这阵国民党内部接触连任议员的徐卡心、王宏维拢被看作是热门的人选，不过两个人拢讲无这个计划。另外，前立委罗秀蕾是真大方来表示，即要党定调一定会参选。也佮有台北市议员王浩也表达参选的意愿。部分区立委李桂敏、陈丽文也被点名。 党中央还是应该赶快做民调，然后去决定一个最有胜选的人。我的角色非常尴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完成选举，那么这个星期登记我还没有就职，所以我个人并没有要参选的意愿。登记期间我人完全都不在国内，那也所谓的就是无从登记。我的户籍是在南松山，当然户籍是可以迁，可是我没有想要迁哈，所以我想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没有打算要参与这一场的补选。 民进党部分台北市议员阮朝阳、纵看台湾联盟理事长王义龙拢有意争取。这摆选举意外落选的台北市议员刘文杰也被认为是稳总人选，未来会由党中央代理党主席定调提名人选。等到我们代理党主出来之后，交由这个主席来做裁决。过去以来，我们党不管是初选也好、征召也好，或者是各样方式的程序，我都相信党的制度。 除了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要举行补选，国民党立委柯淑华对南投县长选举胜出，留下立委席次也补选。国民党包含南投县党部主委林如彬、南投市长宋怀林有意参选。民进党是一级镇长陈启贤、立委黄秀芳、南投服务处主任詹宗凯拢有意来参选。记者综合报道。 嘉义市因为候选人黄兆聪过身，这市长选举会闹到12月18。现任市长黄敏非常陪同当选的议员谢票，今仔日也去到议会备询，强调会拼连任成功。另外，民进党的候选人李俊毅也是把握时间伫咧拜票，争取认同。 9合1选举结束了后，第一个工作日，嘉义市长黄敏惠到议会备询，面对议员质询有问必答。这时阵，伊是市长，也是争取连任的候选人。
投票日隔天，黄敏惠无亲像其他人已经拍完选战，还佫继续伫市场扫街拜票。当然担心投票率一定是会受影响，因为从一开始把11月26号原本的投票换成1次变成2次，投票率一定是会降低的。该市长候选人黄小聪过身，家己市选举延到11月18，看到全台投票率无悬，也提醒支持者爱出门投票，民进党也未当受压力。高雄市大选，民进党大败，暗过候选人李俊杰讲会用政策来争取市民认同，也讲这摆投票结果，民进党议员总是出价一色，总票数也变多，有信心哪天变绿地。市长延期选举到12月18才投票，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维持我们原来的脚步，每天认真的扫街，然后认真的多接触民众，让民众充分了解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的政见是什么。伊讲一定赢回家己市，互民进党执政版图搁增加一区，那伫双方拢有袂当输的压力。而到要搁抽号码，5位候选人派代表或者是亲身来抽口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疆的乌鲁木齐市一栋公寓发生火灾，因为疫情封锁害死10条人命。民众为着要抗议这伤过严格封锁政策，上街头示威，就要煞演变做是白纸运动。这背书是起起共款，已经拖到真侪大城市。那这北京、上海、连四川的成都、西安，甚至是湖北的武汉，拢有民众上街头抗议。民众除了哀悼这乌鲁木齐因为火灾死亡的民众以外，也要批评共产党无顾百姓生活。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解放新疆！解放新疆！解放新疆！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上海抗议地点伫乌鲁木齐中路周边，到17暗时已经是连续第2天，为哀悼火灾死者活动演变做严重警民冲突，就亲像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少年人为主的抗议群众向镇暴警察唱国歌，义勇兵进行曲。民众的人要求警方放出还押去的抗议者，也有人伫抵抗警方逮捕的时阵，原来被勒索话。同款的话也出现伫首都北京清华大学学生伫校园集会，声援乌鲁木齐甲上海抗议。抗议场面为此时继续到暗暝，为校园拖到市区。上海已经有很多人被抓进去了，不只是昨天晚上，他们是为了大家，是为了所有人，是为了每一个骑手不被封在家里，为了大家能够吃上药，能够吃上饭。我们应该声援这些更勇敢的人。上海放人！上海放人！中国政府除了封堵火灾甲抗议信息流传，引起民众也被抓抗议新闻封锁。英国 BBC 记者劳伦斯伫上海采访抗议活动时阵，也互警方拘留几点钟。BBC 报道指出，中国当局明显低估抗议群众力量，因为这只是不满现阶段严格清零防疫管控。疫情爆发3年来，无论感染人数增加减少，严管病毒安怎变异，坚持严格清零封锁已经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甲民众日常生活。也伫20代过后不偌久，习近平也按权力的同时，民间出现要求伊甲共产党落台呼声。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讲到中国的白纸运动也影响到国外去，真侪中国留学生走去中国驻英国伦敦的大使馆头前，大声喊讲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被抗议中国的清零政策。真侪人大声伫喊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大批中国留学生集合在中国驻英国伦敦大使馆头前，抗议中国的防疫清零政策。
点到了这抗chiến花悼念死者，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公務間因為防空無適當，延誤拍火，一場大火奪走10條人命，引起各地民眾行就過路，大喊政府繼續來防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者孔國鋒認為，最近幾家在中國發生嘅無穩定情況，對習近平來講是一個急迫嘅局面。Now that the who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whole situation is reflecting that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re trying to seek a new equilibrium, and there will be some in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北京的防疫協調官之下認為，中國對疫情堅持清零政策無切實際，應該確保每一個人去注射疫苗，尤其是老人，這才是防堵這種病毒的方式。中國政治經濟緊張，國際發生也拖累鄰近亞洲主要股市，禮拜早盤大部分攏跌落來，台股一度大落超過200點。香港恒生指數也大落超過600點。市場分析師指出，最近的示威集會反映出中國民眾已經出現抗疫的疲勞，局勢是不是惡化，要看北京方面是法度來優化防疫的做法，減少對經濟和民生的影響。記者綜合報道。中國發生白紙運動，有專家學者表示，目前的抗爭呢有實際行動也有在網絡，不過也未看到有這組織出現。中國政府在這禮拜以來可能會做出應變來安打民眾。這場發生在烏魯木齊的大火，燒出中國人民的規百多火。11月2日暗時，上海市民在街仔路舉辦紀念火災傷亡的活動，因為警察以防疫為理由準備趕人，活動最後煞變做團體抗爭。民眾除了喊口號以外，嘛開始傳一張的白紙，表達因對政府控制人民言論的不滿。白紙活動對街仔路開始傳，即嘛已經有50幾間學校在網絡甲實體世界響應。不過，華人民主思維表示，目前也未看到有組織的行動。它欠缺一個背後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社會網絡來進行這個相關的這個活動行動的串聯，還有目標的設定。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說它還是一個，就是一般的群眾的一個事件。針對這波抗爭，真濟人攏想要知影中國政府後一步會安怎做。對話中國智庫所長，1989年六四事件迄時的學生領袖王丹認為，共產黨有可能在未來幾天內提出防疫綁令的措施，讓民眾的情緒小可降落來。中共可能會在未來的1-2天裡可能會出來，針對防疫政策做一些微小的一些讓步或者做一些放鬆比如說一些封城的措施，可能把一些社區或者城市解封來平緩一下這個局勢。王丹表示，未來這幾天是關鍵，若做民眾對政府的應變無滿意，尾仔真有可能變做武力鎮壓，國家愛特別注意。記者麥尚英中藥水台北報道。咱繼續來關心國際新聞，講到伊朗反頭巾示威繼續在咧彈，外界聲援也無停。美國卡丘發會27日社群媒體頂台打文，甲伊朗對國旗頂台國徽砍掉，表示對這示威運動支持。不過，卻引起這伊朗官方的抗議。另外，伊朗最高領袖的衛星女也錄影片，呼籲各國政府就要甲伊朗斷交。目前，伊這個衛星女已經去互因的當地政府掠起來了。綠白紅做底，伊朗國旗中嘅國徽所無去。美國卡球協會27日社群媒體打出分組賽事表，宣讀伊朗國旗嘅國徽，表達對人權抗議運動支持，所以引起伊朗對嘅不滿。We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ost, but we are supporters of women's rights. We always have been. اقداماتی که در خصوص پرچ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صورت گرفته خلاف مقررات بین‌المللی و اخلاق هست. قطعاً ما از طریق فدراسیون目前這大文已經宣讀，不過國際社會所無停落來。美國甲伊朗特別喺台灣時間30透早3點，在世界卡球小組賽正面對決，也和這場美伊大戰未演成轟動。另外，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衛星女莫拉德哈尼在一個影片當中呼籲外國政府甲伊朗斷交。根據當地人權團體消息，莫拉德哈尼已經在23被逮捕。این رژیم به هیچ اصلی حتی اصول مذهبی خودش نیز وفادار نیست و جز زر و زور و حفظ قدرت قانون و قاعده‌ای به هر طریق ممکن نمی‌شناسد.
حال زمان آن رسیده است که تمامی کشورهای آزادیخواه به عنوان حرکتی نمادین و سمبولیک تمامی نمایندگان خود را از ایران فرا بخوانند و نمایندگان و وابستگان این رژیم سفاک را از کشورهای خود اخراج نمایند و بدین طریق اظهار همبستگی با مردم آزادیخواه ایران بنمایند. 9月中22岁考虑到女性艾米尼因为无符合伫头前的服装规定，和伊朗道德警察强行抓去了后，伫拘留所身亡，是因重万疑点，政治爆发几啊个月全国性抗争行动。伊朗政府一直表示，做着美国境外势力的煽动，佮继续封锁消息。代志到即马，高层至少造成450人死亡，超过18000人被掠。即摆国际争议代表各界相反行动未停落来。公司新闻两岸编辑。继续来看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7个月这才拄撤离的这罗西亚军队，即马搁再发动新的攻击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7就警告，叫这全国就要严守戒备。另外，今年也是乌克兰大饥荒90周年，泽伦斯基和欧洲民国元首做会出席纪念仪式，呼吁国际社会唔通让乌克兰的历史悲剧搁再发生。纪念1932年苏联时期乌克兰大饥荒的仪式，日后伫基辅的大饥荒庆祝别国家博物馆举行。总统泽伦斯基翁某甲比利时首相德克鲁、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拢到场出席，为饥荒罹难者雕像献花环，搁一体默哀。1930年代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发生的大饥荒，乌克兰是受灾上严重的地区。一年之间，饿死超过300万人，是乌克兰史上上痛一下，也是俄乌两国敌对恩怨。就伫大饥荒满90周年，乌克兰搁遭受俄军军事攻击，而且受创拢是关系民生的水电基础设施。民众控诉俄国，搁用这种手段是要搁灭绝乌克兰人。Я думаю, що це геноцид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І це дуже обурює, що всі країни це бачать, як на нас падають бомби, ракети. 俄军伫11月初撤出南部赫尔松地区，虽然乌克兰收复失土，不过大部分的地区一片绿苍苍。东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卡米卡安定，甲即马游园厝拢是破鼓鼓，民众出入爱为窗仔出去，甲害去的军部战车做厝边。连来善后的俄国安全部队拢害头。另外，赫尔松涅伯河连外安东尼夫斯基大桥，伫俄军撤军进程遭到损害断去，俄军也破坏水电等基础建设，甲即马无完全修复。Розуміємо, що терористи готують нові удари. Ми це точно знаємо. І поки у них є ракети, вони не заспокояться. 泽伦斯基第一次透过实行警告全民，俄军会继续发动攻势，爱军方甲民众高度戒备。乌克兰水电设施一直正做攻击目标。即马当天就要到回乌克兰可能出现新一波的导弹条。波兰甲立陶宛元首就把去基辅参详对策。比利时承诺提拨12亿新代表，德国提供4.8亿援助乌克兰。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查某囝金珠爱，伫1礼拜前有对外公开。礼拜时阵，这北韩官方媒体搁再出现金正恩、金珠爱甲开发飞弹人员做会翕的相片。有专家指出讲，这报道内面针对金珠爱称呼对本地是亲爱的千金，变作是尊贵千金，认为金珠爱加做接班人的可能性有增加。另外，金正恩也讲出目标，就是要甲北韩变做有全世界上强核能武器力量的所在。头前白条后壁穿着黑色长大衣，北韩第一千金金珠爱礼拜搁再甲老爸金正恩斗阵出现，为了开发就这飞弹有功的军方官兵。相片内底差不多10岁，打扮清差较大人款的金珠爱，一粒看到老爸手骨，一粒甲伊来讲话，互动看起来母女的感情是真好。这回北韩的官方媒体公布15张相片，比1礼拜之前5张也较多，而且对金珠爱称呼对原本亲爱千金改做尊贵千金，也讲到伊是金正恩上爱子女。南韩专家认为，这显示金珠爱地位是非常特殊。伊的消息连续来公布，绝对经过调工安排。南韩专家表示，金正恩的老爸金正日早在1992年，金正恩8岁生日的时阵，就向亲信表示，金正恩将是家己的继承人。这阵金珠爱年
会拄好甲金正恩同时是差不多。金正恩带伊参加新型飞弹试射重要场合，不如就这个机会，甲干部甲人民的忠诚延续到查某囝身上的意味。另外，当查某囝面，金正恩也讲出大声话，表示平壤最终目标就是拥有全世界上界强大的核武力量。不过，就算安尼，伊也是无背弃爱靠挖中国这老大哥。 지역과 나아가서 세계 평화와 안정, 발전과 번영을 촉진하기 위하여 새롭고 적극적인 공헌을 할 용의가 있습니다. 北韩的官方电视台8日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伫金正恩的会谈中强调，愿意甲北韩共同来合作，寻求区域甲全球的和平稳定。外界是烦恼讲，有中国伫背后来支持，金正恩挑衅的动作有可能搁再升级。国际新闻张惠斌编译。 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的消息，这屏东县长选前激烈，民进党候选人周春敏选赢拿赢的苏清泉。不过苏清泉的团队认为，讲这开票时间开了伤过长，公告投票人数一直在变动，认为这有问题。再去到地方法院提告，要求要重新检票。中选会表示，在1月2日暗时，规个开票过程拢无问题，资料也拢正确，会当接受外界检视。 支持者透早去屏东地方法院，甲国民党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応援。这届屏东的选情激烈，当选的民进党候选人周春米摕到217000多票，苏清泉摕到206000多票，两个人争差11000票。不过苏清泉的团队这支屏东县的人数无济，开票速度却真慢，还有公告投票人数一直变动等等的现象，恐加影响投票的结果，向屏东地方法院提告，要求保全证据，重新验票。新北市200多万张选票，2个半小时开得干干净净。我们才40来万张票，40几万张出头，我们开了5个小时还没开完。苏清泉强调讲，伊唔惊输去，不过输嘛要清清白白，所以才会提告。伫现场无法度提出证据，不过出庭的时阵会交予法官。中选会嘛回应讲，2日暗时开票计票的过程，全程拢真正常，结果嘛正确。各地辖市、县市长选举计票的结果，嘛拢甲全国各地投开票所的数据同款，会当受外界检视。咱若屏东县开票的时阵，主要的候选人拢有派监察人员对方汇报计票的结果，嘛甲本回计票的结果相像。候选人采取司法的管道，中选会甲屏东县选委会嘛都会尊重。就是候选人他要保全，他要兼顾他的那个权益，我们尊重他的一个做法。那我们这边呢会把选票把它放好，要把它顾好，然后等待法院那边的裁定。屏东县选委会强调讲，苏清泉的团队这支开票伤慢，是因为屏东土地跨国长了，加上一届爱开6张票，甲历来开票速度来比，并无较慢。若投票人数变动的部分，全县总选举的人口数无变过，无确定对方看到是啥物数字，不过会配合启动相关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礼拜6这9合1选举开票时阵，有网友发现讲有一寡电视台家己开票，不过这票的数量甲中选会所公布的差伤济，引起众人议论。NCC 表示，今仔日中昼已经接到5件关系到媒体开票的申诉案，会搁再请相关的媒体来做说明。9合1大选结束，辽阳的铁票屏东县由民进党周春米以赢1万多票选调。国民党苏清泉这支过程有问题，申请验票。除了有候选人对票数的正当性有疑问以外，11月2日选举开票的过程，民众是真仔细咧看各间电视台开票的情形。有网友就质疑讲，部分电视台家己计票的票数，甲中选会公布的数据差伤济，引起大家讨论。NCC 到11月28日中昼，拢总接到5件有关部分媒体开票的申诉案。目前为止，我们到今天中午，我们收到了5位的民众申诉案，大概是针对于票数的部分，可能某些候选人在某个时间点，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的票数比较没有变化，可是其他的候选人部分票数是有增长的。NCC 表示，新闻频道开票的票数应该真实有根据，将其买票数甲结果应该以中选会为准，若涉及违规，应该由选务主管机关来认定。未来 NCC 会先了解迄天的情形，再发公文，请向申诉的媒体说明。咱学者提醒，媒体若是涉及灌票的情形，恐惊是对因的名誉真不利。电视台在做灌票这个动作的时候，其
其实对他非常不利，因为他会制造所谓的分歧，就是万一真的你的开出来票不是你所公布的，那就对他这个媒体的信誉会有重大的打击，所以要求工作人员尽量是按照当时跑出来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这选举一日结束，虽影响到股市，台股盘中8日超过200点，落尾是涨221点，收在14556点。真侪投资者也拢烦恼讲，这个人基金护盘的力头也对咧减弱，甚至退场。财政部处长阮清华表示，这选前选后做法拢未改变，拢会来维持这股市稳定。9号一大选落幕，台北股市头一日交易日盘面市顺顺，指数开价了后，盘中一度大落超过200点，盘破14600点的关卡。伫电子甲金融协会之下，中场大落221点，收在14556点，成交金额到1984.44亿。而台积电开盘62块，来到486块了后，盘幅加大，中场67块半，收在480块半。统计外资三大法人卖超台股158.58亿。周末的时候呢，中国爆发了这种抗议反清零的一个政策示威活动。那这个部分呢，让市场担心，就中国的需求可能进一步的下滑。除了台股下跌之外，亚洲股市普遍都是大跌。美元走强的关系，代表就是说资金的一个部分又呈现一个外流的状况。那这个就比较不利大型的股票。分析师表示，由中国是社会大国，若是这回中国被抓抗议扩大，煞来恐惊影响国际股市，而且台股伫这个月起2000多点，未来第三指数恐惊上下整理。不过随着9合1大选结束，外界烦恼讲国安基金护盘的力量恐惊在咧减弱，甚至提前来退场。我们在退场之前都是会尽量维持趋势的稳定，那今天情况比较特别的，我们会密切关注。阮清华表示，尽管股市小可有回稳，不过未来有关真侪无确定因素，会继续来关心股市的形势。现阶段无重大特殊的情况，并无召开临时会必要。基本上要等到明年1月例会，再来看委员会决议，到时阵也到底来公布第4季所投入的金额甲绩效。记者综合报道。10月景气灯号公布，连续2个月出现代表景气转向的黄蓝灯。虽然无出现代表景气歹的蓝灯，不过国内经济学者也预测讲，在明年呢国家经济成长动能可能会比今年搁较慢。不过也是唔免想过头烦恼，台湾甲别个国家来比，相对稳定甲健全。2023年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必须要戒慎恐惧。主要国家的经济成长动能在2023年的话，会比2022年再进一步的放缓。另外一方面的话，那主要央行的一个加速大幅的紧缩政策，很可能会对就是说实体经济以及金融市场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国发会表示，受到资料中心高效能运算、加车用电子等等新兴科技的应用需求，加上消费性电子新产品带动，这10月景气有较转来挂。不过灯号依然是黄蓝灯，无达到代表景气歹蓝灯。2022新北耶诞市集后个月就特别摆大路，这回有超过80间有特色的店家，希望吸引民众来刺激消费。不过，根据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公布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60点，是这13年来上介低，连6项指数也拢对立6。就学者分析讲，就算国内疫情解除，封锁内部需求有变好，不过受到出口和制造业渐渐转弱，家庭经济继续在恶化，这消费信心才会一直大。应景的耶诞老人造型，加做手做羊毛7毫米也模样真古锥，也有这个印尼的点心，也是台湾的点心，伫新北耶诞市集也真会丢。大家也比较放松一点，那其实这种活动应该是大家都会很踊跃去参与的，对，所以应该是景气应该会比以往疫情正严重的时候还好一些。业者用无共款特色甲主题，望大家来消费，只是济人济，毋过实际买人是不是受到通货膨胀个影响无买的？就出来走一走，拍拍照，
买吃的意愿就没有那么高了。买吃的比较多，民生必需品，剩的奢侈的就会再想一下。中央大厦大经中心公布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60点，不止月减1.22点，创超过13年来上低水准。就连6项指标也全落，其中买内股财6项济，月减2.3点。其次是国内经济景气甲家庭经济状况也拢月减超过1.5点。外界关心为什么台湾解封来说经济转好，按过消费者信心指数又还落落来。消费信心的调查，其实应该是有在反映这部分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出口跟制造业它逐渐转弱那所以造成那个就是家庭经济有在持续恶化。学者认为消费信心也未落底，因为美国联准会暴力性提升，美国民众消费明显下修，其他国家包含台湾的表现也受冲击，除非性利息甲通膨因素消除，就希望找回消费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年底特别到啊，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年尾奖金。根据着求职网站调查，有8成企业要发这年尾奖金，平均是1.23个月，是这3年来的新高。另外，疫情等候这经营会嘅表演业者，总算接到案路，这业绩才开始转来6-7成左右。赶紧练习即马上流行的串烧舞曲，疫情等候上起回流。专家8月场的舞者总算为演出挂零的困境当中触底反弹。虽然也无恢复到以前的平均水准，但过总算纵过这2年疫情的业者，真欢喜现阶段已经登去到6-7成。前2年因为疫情的话，接案量几乎是0。那今年的话呢，大概回复有6-7成。以前过往几年全盛的话，大概是有30几组的教学跟表演。那今年至少也有回到10几组了，算是一场及时雨这样子。可能这2年还没有吃尾牙的老板，可能想要补回来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尾牙就是慢慢有在接到一些案子。除了8月以外，上班族上关心的年终薪金。根据求职网调查，今年有79.8%的企业有计划要发年终薪金，平均期数落在1.23个月，创近3年来新高。不过，安尼数字也无恢复到2019年疫情进前的水准。特别注意是，金融保险业虽然数字小可落落来，不过也是连续10年度拢是第一。受到像这种防疫险。理赔的损失，还有股市行情比较差的一个状况，加上在这个科技产品的终端需求买气薄弱、外销订单回落情况下，相关从业人员的年终奖金数字都有下修的这个压力。以行业别来看，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产业包含餐饮业、量贩业、空运业等，有其业绩开始回升，年终薪金的数字也回稳。不过制造业、科技业等受大环境的影响，数字可能都下修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对这12月70开始取消入境人数限制，恢复到疫情进前的人数。不过，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下晡去到中央航空头前抗议，表示这疫情过后航班渐渐恢复，甚至有地勤人员已经安排特休，时间却互换来换去，显示讲这卡手无够的问题。中央航空表示，依法互员工特殊的权益，那针对这排班休困的人伤过济，也着爱协调，避免影响到营运。也讲12月开始，这地勤人员会报告疫情进前的7成到9成。台北桃园机场入境有无人数15000多人，点话第一航下，工作时间有真侪航班到位。入境的旅客拢讲通关真顺利。下飞机到拿到行李大概半小时而已。半小时就对。不会。下机来这里啊？大概半小时啊。疫情等候指挥中心也个滚动调整入境政策，为12月70开始正式取消入境人数限制，因公司国门全面开放，登去个疫情进前的常态。那为了让这个我们的春节好，还有我们的新年的这个假期的这个航班能够更顺利，那我们自12月10号起，好，那取消入境人数的上限，也就是以后就没有人数上限。
各家航空公司也陆续增班。华航表示，第四季整体客运航班增加5成，每礼拜提供超过300班来回航班。另外，明年3月18开始，台北往返罗马也要复航。多开米兰甲慕尼黑新航班等型航空12月开始，每礼拜总航班恢复到315班。不过，甲2019年9月份航班数609班比，也只恢复5%。不过，刷部分地勤员工抗议，最近发生安排特休缩航换掉，这个是航班恢复人力所不够。疫情前我们只有负责柜台跟登机门的服务，但我们现在必须要全部一条龙包起来，除了柜台跟登机门，还有要在行李组跟在票务都是我们一手全包，所以我们现在人力是非常吃紧的。当然，航空声明颁布公布进前，拢会予员工提出休假需求。若员工选定提休日期超过人力需求，会用抽卡方式；若员工无提出意见，公司就会调整。目前有真少数员工伫受到公司颁布无提出意见，事后杀主张公司无尊重提休权。未来会甲当事人不确认，避免误会。也强调疫情期间无裁员、无减薪，目前航班数依然无恢复到疫情进前。希望员工应善尽运输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刑事局有和比利时合作，做伙抓到这国际毒品案件。警方调查这个运毒品集团，涉嫌是用这衫裤做暗卡，把这毒品的粉呢藏伫咧包装盒内面，佮透过国际邮件寄来到台湾，而且查到超过7公斤的毒品。这伫咧市面上价值也拢上千万，而且5名嫌犯也已经抓到了。一个查某人摸一箱物件，警方伫后壁对咧，看时机到啊，遂甲人抓起来，扣手铐带转去约谈。查扣的物件后斗是强要钱袂落啊，甲包装的盒仔卡咧，白色的粉就一直流落来。检查了后，确定是毒品K他命。警方调查不法运毒集团，伊用箱仔底衫、箱仔纸包内底偷藏毒品的粉，透过国际寄包裹的方式，为比利时送来台湾。警察跟踪埋伏，小连续抓到5个嫌犯。查到超过7公斤的毒品，初步估计市值有到9000万。他们除了原本在比利时运送失败的包裹以外，另外他们还有一批货准备要进来台湾，发现里面一样夹藏着 K 他命。为了闪过追查，不法集团挑工把这个包裹先寄去新德市香山，交予完全唔知影情形的大楼管理员，结果派一个姓宋的车手去领货了后，甲负责收货一对姓郑的男女朋友约伫桃园市中立见面。未就警方发现讲，因互相资本都有熟识，拢是白牌车的司机，嘛按算照姓郑的嫌犯的供述，要甲幕后的主使者抓出来。K 他命它在欧洲地区它是一个管制的药品，那也因为这样子，它在欧洲那边取得的方式会相对容易，他们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运输管道，那用这样子来的方式来去把这个毒品运送进来。这个会当破案，是靠比利时提早掌握证据。甲咱国刑事局下国合作，也让台湾甲欧洲各国积极配合。从去年9月份到达，类似手路的毒品案，破案的至少已经有8件。记者综合报道。唔管是要坐车或者是要开车的人，拢要特别注意哦。伫桃园中立顶礼拜5就发生一件查某学生要去读书坐公车，伊人无客去公车顶头，毋过伊的牌仔煞互车门夹掉的。这台公车就雄雄就安尼甲伊开走，致使伊规个人去互拖10公尺，造成伊倒边的手骨头受伤。伊本人去到派出所报案，要提出伤害告诉。刚是去画面，因看到18岁姓李的女学生互公车游咧走的危险画面，民众看了让感觉真恐怖。上学的时候突然都蛮早，就是没睡好，然后有可能会拿着外套，觉得很可怕。有人居然被拖着走，是有点离谱啦。因为正常来说，司机他的都会有那个是控制的话，监控的画面。家长伫面册社群打文指出，查某囝25早起6点外，伫中立中山东路坐公车，人还未上车，公车就向关门，车包互车门夹掉咧。公车向前开，致使伊互车游10公尺，造成倒手侧伤甲骹手离伤，已经去派出所报案。当事人已于27日上午10时许至本所提出伤害告诉，全案依规定受理，相关赔偿事宜将交由双方当事人后续进行协调。中立分局表示，家长家己调民间监视器画面，也打电话到客运公司投诉，第17早起到派出所提出伤害告诉。
我们会再加强教育我们的所有的驾驶，在车辆车门关门前以及起步前，再多注意一下有没有相关人车的问题后，再做起步的动作，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因为民众坐公车和车门业伤的代志常常发生，进前交通部才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若是进行驾驶疏失，致使乘客受伤，会记违规点数3点，或者是吊扣驾照3到6个月。这摆桃园发生学生坐车和车友咧行，桃园客运公司除了会失礼会赶紧甲被害女学生协调赔偿的代志，也表示加强教育训练，避免这种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在地台语表演艺术团体滚剧团，按算伫年底举办3礼拜封箱演出活动。这杯下晡邀请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县风标做伙替封箱庆典的活动，一个来参拜，希望一切会当真顺利。众人做伙来拜嘉义新丰爷，希望16月初9一直到25的封箱演出顺利。嘉义在地稳剧团准备推出封箱公演，希望会当互民众看到台语剧团的精彩演出。18场演出内底有4个菜单，有4种无同款的形式。其中嘛有阮的3年的伫阮遮学习3年，准备要来毕业的，才会独臂演员因的毕业公演。家己做导演，然后做编剧，甲做演员，嘛是我第一摆做的代志。不过我家己嘛是很兴奋，这样，因为嘛是第一摆家己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安尼。滚剧团这出进前拢需要靠相关单位的补助来维持剧团的发展。嘉义新丰庙为着要塑在地艺术文化，唔但提供场地，甚至阁专款协助剧团。有团员表示，这互因伫合适方面提供正大的空间。因为主要表演，你就是爱甲你想要讲的故事讲互别人听，所以身躯所训练，啊，搁你安怎讲话，这表达拢无啥共款。嘛是经费的帮助，毋过有提供阮一寡排练空间，搁有演出的机会。我感觉这对一个演员来讲是真重的代志。滚剧团讲，即个甲在地信用中心的合作，希望嘛会当加做嘉义未来的传统，互介意台语剧团的民众会当伫年底拢来到嘉义市欣赏上自然的台语剧团演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屏东大学图书馆最近推出一个展览，整理出屏东文学100年发展史和在地作家的作品，佮用纪录片和动画一个红仔册来呈现，让民众感受到在地文学的多元面貌。屏东大学伫学校图书馆推出屏东文学展，小介100年来屏东文学史和无共族群的作家兼作品，来呈现屏东文学发展的丰富多元。文学就是一个文化的展现的方式。那屏东大学有一个专区，让大家都知道，原来屏东人或是在屏东待过的这些作者，他有这么丰富、这么多元的一个展现。展览开幕的第一日，都有侪屏东的作家来到现场参与，也真欢喜看到地方渐渐重视屏东文学，让大家知影地方的文学史从来都唔是空白的。屏东大学一向对屏东的屏东学、屏东文学不遗余力的去推展，甚至推向国际。那所以呢，我对屏东大学是非常感激的，要有这样一所大学呢，来带动它的活动。屏东文学展有规划侪种无同款的展区，来了解屏东的作家和作品，而且有替作家拍纪录片，甚至更有做动画红仔册，要让大家看到屏东的艺文实力。那屏东大学增加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影音室。影音的那个作品区，因为这里面呢有屏东作家跟屏东文学身影，包括今年去世的曾焕老师，还有许诗老师，我们都帮他拍了一些文学的纪录片。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跨界绘动屏东，也是我们这一次增加的，在多元的绘本，甚至是不同科系合作起来所推出的动画绘本，都是这一次展的一个特别的之处，这样子。屏东大学推动屏东文学的研究已经有11档，整合这么多年来成果，规划屏东文学展，也希望乡亲会当带囡仔做伙来看这充满生命力的地方文学。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泰国中部的华府里府也高城政府，伫礼拜时阵，因也举办一年一届的高城庆祝节，民众是提供冷冻的菜色果子，要互当地高产来食。这个活动也吸引真侪观光客来遮逗留咧。
民众穿真青草的菜色果子甲点心，去泰国华府里府一有名的古迹三峰塔。这个食食毋是摕来拜拜的，嘛毋是互人食的，是专工替高山仔准备的。看到规道好食的物件，济高山仔随拢走出来，要来食一顿粗饱。外国游客知影有这个活动，嘛做伙来参加。 It's just amazing. It was such a blessing and honor to be able to help arrange the fruit, and it was so cool the way the monkeys received it. It was really beautiful. 华府里府人嘛甲合作高城，当地高山仔长期生活伫三峰塔迄块地啊，数量有到几啊千只，已经成做重要的观光资产。为了感谢这高山仔对当地观光业的贡献，华府里府的在地人每一年11月上尾一个礼拜，拢会替这高山仔举办活动。今年在地生理人就提供2栋的菜色果子，要互4000多只的高山仔食一个欢喜。ผลไม้ที่เรานำมาตอนนี้ที่ดีที่สุดนะฮะก็คือลิงชอบก็คือทุเรียนของแพงๆนี่ชอบแล้วก็เชอร์รี่ตอนนี้ก็โลละ700。这个活动从1989年开办到今，已经有30多年历史啊。别个所在高山仔若偷摕物件食，或者是共抢物件，常在发生人甲狗的冲突。然后这个所在高山仔就比别位加增幸福。当地居民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观光产业会当恢复疫情之前的水准。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